又有呢個 X-Power 聯成 Sanrio 嘅得意產品啊！今次咧係呢個 Kurumi 嘅無線充電座啊！本身咧個設計就好歸一啦，一個圓柱體咁樣，其實佢係可以變身嘅。首先個頂部係可以揭起啦，然後側邊咧係可以彈出嚟噶。咁有咩用啊？嗱，前面呢度咧就可以充你嘅手提電話啦，即係用磁吸充電啦。咁佢係支援呢個 QI2 嘅，最高有15瓦嘅輸出。頂部呢度咧就可以充你嘅 AirPod 嘅，最大有5瓦輸出。而旁邊啱啱彈出嚟呢度咧就可以充你嘅 Apple Watch 啦，或者 Galaxy Watch 都得啦，最大咧係有3瓦輸出嘅。由於佢設計咁流線型咁歸一啦，咁啊一個掣都冇嘅。但係咧，佢就話可以控制到呢個小夜燈，咁我就揾咗一陣，哦，原來咧呢度有個燈膽仔個 logo， 你掂一掂佢咧就已經可以開燈同埋可以校光暗嘅。我示範下先，係啦，點掂就得啦。同 X-Power 嘅其他充電座一樣啦，有過充、過熱、過流同埋短路嘅保護嘅，咁你長期插住或者長期叉住咧都唔使擔心呢個安全問題啦。咁靚嘅紫色又可以做小夜燈，仲可以同時無線充3個電子產品啊！喜歡 Kurumi 嘅朋友咧就唔好錯過啦。呢件 X-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啊，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-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啊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啊，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啊！詳情可以向 X-Power 客服查詢嘅。